今日咧講多少少關於呢個治療上面咧，希望咧都俾多啲概念大家啦。其實有啲新嘅好嘅治療可以幫到我哋，唔使好似咁辛苦啦。亦都其實對我哋身邊自己嘅屋企人啊、朋友都有好多嘅希望，並唔係一個即係完全醫唔到啊，或者令我哋永遠都咁唔開心嘅疾病咯。咁大家好，我係 Johnny， 係多謝。咁咧首先咧，我哋講下乜嘢叫做濕疹先啦。咁咧其實濕疹呢個 terms 咧唔係好 specific，唔係好準確嘅。我哋成日話濕疹，咁濕疹係咩嚟咧？濕疹其實係最尾個結果，就係當由敏感引起嘅皮膚炎，臨床咧好紅啦、好痕啦、甩皮咧，我啲都可以叫做濕疹嘅。換言之，我就咁講濕疹咧，其實我冇講到佢係咩原因或者邊一種嘅皮膚炎引起嘅濕疹啦。可以係掂到嘢敏感，可以係食咗藥敏感，亦都係其中一個我哋最常用濕疹借代咗最常見嗰種皮膚炎咧。其實我哋講緊一個叫異位性皮膚炎，或者國內咧都有啲病人話俾我聽叫特應性皮炎啦。可能我哋上網 search 咧就係異位性皮炎同埋特應性皮炎，呢個係一個基因嘅問題啦，有先天嘅因素啦，亦都有後天嘅敏感源同埋刺激源嘅影響啦。臨床頭先講到啦，異位性皮膚炎咧都係濕疹嘅一種啦。臨床最尾個結果就係紅啦、痕啦、甩皮咁樣嘅。流行病學啦，其實咧都睇到好多，即係近排都真係關注濕疹嘅節日或者日子啦。咁所以多咗好多報道啦。咁其實咧濕疹咧都係好流行嘅，喺一啲已發展咗嘅地方啦，包括咗香港啊、歐美呢啲地方咧，其實個病發率都好高嘅。如果講緊咧，究竟有幾多人有濕疹？可能講緊去到 20%， 可能10個有2個，即係每5個就係一個香港人有機會咧有不同程度嘅異位性皮膚炎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成日講啲 terms 都好混亂嘅。異位性皮膚炎咧，另一個成日講嘅一個花名咧叫小兒濕疹。咁點解咧？就因為咧小朋友或者兒科病人係比較多啲嘅。一般咧可能講緊60%，甚至乎再高啲啊，去到80%半嘅病人咧，都係5歲前啊，或者絕大部分都係10歲前病發。所以好細個有啲病人咧就係手抱啊，1、2歲啱啱學行嘅時候就病發，所以就叫做小兒濕疹啦。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個概念咧，就係咧異位性皮膚炎，因為有基因嘅一啲影響啦。咁所以影響嘅並唔單止係皮膚，有一啲叫共病嘅。除咗皮膚之外咧，有機會有一啲敏感症咧，都係同咧異位性皮膚炎有相關聯。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其他嘅敏感症包括咗鼻敏感啊、哮喘啊、鼻息肉啊、食物敏感咧，呢一啲咁樣嘅敏感症咧，都係同異位性皮膚炎有關係嘅。即係話咧，我哋有濕疹嘅話咧，其實我哋自己或者我哋家族裏邊咧，都多啲人有機會有其他唔同種類嘅敏感症，呢啲都同基因嘅影響係有關係嘅。咁我成日講濕疹、特應性皮炎或者異位性皮膚炎點解咁重要呢？有啲人硬係會覺得濕疹唔重要，咁但係我哋覺得濕疹好重要啦，因為我哋自己真係有濕疹啦，身邊人有濕疹啦，我哋要照顧佢啦，或者作為醫生，我哋要照顧有濕疹、異位性皮膚炎嘅病人，你就知道咧，雖然呢個病絕大部分情況都唔會影響我哋個生命，但係咧對於個病人嘅影響其實係好大嘅。咁我哋都要有啲數據啦。其實咧，超過70%以上咧嘅病人咧，都有不同種類嘅一啲咧，好似咧精神上面啊，或者情緒上面嘅影響啦，有睡眠不足啦，亦都有好多呢啲嘅病人咧，譬如有超過80%以上啦，日常生活咧、社交生活受到影響，唔敢出街，因為皮膚咧好似好唔舒服啦，自己又唔想出街啦。另外咧，驚一啲外露嘅位置，包括面啊、手臂啊，或者咧腳嘅小腿嘅前面咧，俾人哋見到我哋濕疹，俾人哋歧視，以為咧我哋有傳染病，所以我哋唔去打波、唔去游水、唔去社交生活，甚或乎影響我哋真正個工作嘅機會啦。去 interview 好似人哋覺得你唔係好夠健康喎，可能影響我哋工作嘅機會啦，影響我哋咧交朋友啦、交伴侶啦，甚至乎有啲病人咧，因為濕疹都係一個好慢性嘅病咧，有啲病咧由細睇到都大個啦，到成家立室之後咧，甚至乎會擔心，我唔係好想生小朋友喎，因為我擔心咧我個小朋友因為遺傳嘅緣故咧，佢哋都有異位性皮膚炎，好似同我一樣咁受到歧視影響就唔好啦，所以咧對於社交生活啦、日常生活其實有好多嘅影響嘅。咁其實咧。咁啊，講翻啲細個啲啦，頭先講到小兒濕疹啦，20% 可能咧好多㗎。其實有可能我哋臨床見到咧，有超過可能1/5以上嘅小朋友咧，因為濕疹突然間發作，其實翻唔到學㗎。無論係真係譬如發咗炎、有細菌嘅感染、痕到瞓唔着覺、精神好差，甚至乎啲情緒嘅問題翻唔到學，或者自己逃避翻學咧，其實都好多㗎。另外啦，好多病人咧就話啦，咁究竟濕疹有冇得醫咧？其實原來仲有好多病人咧覺得濕疹咧或者異位性皮膚炎咧真係可以治理到，或者真係控制到，成功控制嘅機會咧唔係好高咁，所以咧其實都好多人好希望可以有啲新嘅轉變咧，可以改變一下我哋濕疹嘅外觀啦，同埋我哋痕癢嘅情況嘅喎。
濕疹咧其實各個範圍都會受到影響啦。好有趣咁，其實唔同歲數嘅人咧影響嘅範圍其實唔同嘅。BB 仔可能1歲以下咧周地喺度爬咧，其實就係關節嘅外側受到影響嘅，手踭啊、膝頭哥嗰啲。過咗1歲啦，開始直立咗行啦，開始咧就變咗我哋關節嘅內側啲拗位啦，頸嘅拗位啦，手臂嘅內即係呢個手爪嘅內側啦。另外我哋膝頭哥內側呢啲地方咧，就因為汗嘅緣故啦，積聚咗敏感源咧，令到我哋關節嘅內側受到影響。但係當我哋再長大咗咧，其實就同我哋咧身體邊度掂到敏感源咧，其實有關係嘅。咁所以大個咗之後咧，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而咧大家都唔難想像啦，我哋隻手由於周圍成日都掂咧，環境裏邊嘅敏感源，所以到咗大人啦、長大咗之後或者 middle age 咧，就變咗咧手啦嗰個受到影響嘅機會咧就會高啲。咁但係都係因人而異嘅。濕疹嘅症狀啦，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就係紅啦、腫啦、痕癢啦，一啲比較急性啲嘅就好腫嘅，甚至乎咧面頭見到有啲水泡嘅，有時手板腳板有啲汗皰疹咧，都係其中一種急性嘅濕疹，好容易就穿咗就漏水啦。通常咧，如果冇感染嘅話咧，呢啲水就透明色或者輕微黃色啦。但係啦，因為穿咗有傷口咧，容易惹到我哋環境裏邊嘅細菌啦。其中一種最重要嘅咧就係金黃葡萄球菌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咧個皮膚咧會有啲咧黃色啊，我哋 honey colour， 即係聽落好似好好聽咁，其實一啲都唔好嘅。咁就黃色啦，好似即係蜜糖咁樣色嘅流水啦、流膿啦，或者結咗啲好似晶體咁樣喺度。一啲較為慢性嘅濕疹咧就倒翻轉啦，佢哋又唔係好濕，唔係好滲水，亦都唔係好腫嘅，但係見到皮膚係厚咗嘅。我哋有個 terms 咧叫苔蘚化咗，因為長期濕疹我哋成日都拗啊，同埋慢性嘅炎症咧，令到皮膚咧增厚咗或者纖維化咗。我哋見到皮膚好厚一嚿嘢咁樣樣。另外皮膚嘅表面咧有機會有啲粗糙嘅皮屑。咁所以咧其實濕疹嘅症狀都好 diversify， 好唔同嘅，有啲係輕啲，有啲重啲，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形態啦。咁所以咧都未必能夠一概而論啦。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懷疑自己有濕疹嘅話咧，其實都可能請教翻醫生咧，先至會俾得個準確少少嘅診斷我哋啦。常見嘅病發症啦，可以係局部啦，或者全身症啦。局部當然係痕癢啊、腫痛咁樣啦。如果全身嘅話咧，甚至乎可以引起一個情況咧，叫做紅皮症啦。紅皮症咧，其實咧就係話全身超過90%嘅以上嘅皮膚受到濕疹嘅影響啦。呢個時候咧，其實係一個 medical emergency， 係一個好緊急嘅情況嚟㗎。好多時候都要入院喎，因為我哋皮膚有佢自己嘅功能，就係幫我哋鎖住啲水分啦，保持體温啦，確保身體唔好受感染。當超過90%以上嘅皮膚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呢一個功能就會喪失啦。我哋呢個時候咧，皮膚幫唔到我哋保存我哋嘅體温，我哋可能會發高燒，亦都可能會低溫症啦。幫助我哋 hold 住唔到水分，咁我哋就有機會會缺水啦，影響腎功能啦，亦都有機會影響身體嘅電解質。另外，當我哋皮膚做唔到一個屏障嘅功能嘅話咧，有機會即係咧令到我哋咧有細菌性嘅感染咧。如果細菌入咗血嘅話咧，有機會入咗血管咧，引起敗血症，我哋就會血壓低啊、頭暈啊、發高燒等等。咁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咧先前嘅講座都講多咗啦。咁想今日咧 focus 多少少關於咧濕疹治療嘅方法咧。咁當然啦，都係病向淺中醫。第一就揾翻醫生啦，確診咗係咪異位性皮膚炎啦。另外啦，大家都可能老生常談，知道可以透過皮膚嘅測試啦，或者咧透過咧血液嘅測試咧，其實可以找出敏感源啦，然之後迴避咗佢哋啦。但係啦，講到咧真係關於濕疹嘅治療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可能咧我哋自己或者身邊嘅人都常常遇得到啦。首先咧，醫生係要將我哋嗰個病情咧分為輕度、中度同埋嚴重啦，然之後按住我哋嘅病情咧有不同嘅一啲治療嘅方案同埋選擇啦。點樣去區分咧？其實有4個大嘅方向。咁第一就係咧嗰個濕疹佔身體嘅面積多定少啦。第二啦，局部患處嗰個紅嘅程度啦。第三咧就局部患處個厚嘅程度。咁最尾咧就局部患處甩皮嘅情況啦。綜合咗面積啦、紅啦、厚啦、甩皮嘅程度咧，其實我哋就會有一個更加客觀嘅標準，將我哋嗰個濕疹咧或者異位性皮膚炎嘅嗰個情況咧分為輕度、中度至到嚴重啦。一般咧輕度至到中度嘅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大家都知道啦。頭先就迴避敏感源啦，搽啲好嘅護膚膏啦。一啲咧好嘅護膚膏咧就含有啲保濕因子啦。其中一個好重要叫 ceramide 啦 ，ceramide 啦，中文叫神經酰胺啦，就補充翻我哋咧表皮鎖濕嘅功能啦。但係去到真係醫藥上邊啦，對於輕度至中度嘅病人咧，就係一啲外用嘅藥膏。最常用嘅當然係類固醇嘅藥膏啦。咁但係大家聽到類固醇都可能有
少少文知識變喎，咁就唔使好擔心嘅。類固醇咧有分輕度、中度、嚴重嘅，我哋都會醫生都會按翻咧我哋嘅需要俾翻咧最合適，亦都唔需要好高濃度嘅類固醇我哋用啦。一啲比較重嘅類固醇可能限於局部嘅患處啦，同埋醫生咧一定會俾一個限期你嘅5日、7日、1個禮拜一定都要停，然之後就換上咗一啲稀釋比較輕嘅類固醇藥膏，甚至乎有啲新嘅非類固醇藥膏去幫助我哋。但可能都要講多少少啦，關於咧去到咧中度以上嘅病人咧，咁啊點樣做啦？不過都值得提一提濕果治療或者濕包治療，大家都可能都好熟啦。如果屋企有個 BB 或者一個小朋友有啲嚴重嘅濕疹，就可以透過搽啲好輕嘅稀釋咗嘅類固醇藥膏，用一啲濕嘅完全濕透棉質嘅衣裏咧包住嗰個皮膚，令到啲藥膏唔好揩甩、唔好蒸發，全部都透過呢啲咧飽和嘅水氣去吸收嘅話咧，其實嗰個藥嘅藥效會高啲，就可以用一啲比較輕嘅藥膏咧達到一啲比較高嘅效果。咁呢個就濕果治療啦。咁去到中度至到嚴重嘅異位性皮膚炎嘅病患者咧，可能單純保濕、單純迴避敏感源、單純搽藥膏咧已經唔足夠啦，幫唔到我哋有個好嘅改善。咁其實咩叫好嘅改善咧？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咁其實頭先講到咧，有我衡量個嚴重性嘅時候，有面積啦、紅嘅程度啦、甩皮嘅程度同埋厚嘅程度啦。呢4樣嘢我都會認為咧，平均好到75% 以上咧，好到3/4以上，我哋先覺得一個比較好嘅控制咯。對於中度至到嚴重嘅病人，可能就咁搽藥膏、迴避敏感源、護膚嘅話咧，未必真係可以好到75% 以上。未必有生活嘅改善啦，即係佢嘅生活、社交生活未必改變到好多，又或者我哋要搽好多好重嘅類固醇藥膏，或者搽好長時間先至維持到，好似甩唔到佢，減唔到輕啲啊，或者減唔到佢一啲非類固醇嘅藥膏，呢啲病人都係唔得嘅。對於中度至到嚴重呢一啲咁樣嘅病人係需要高一個級別嘅治療去幫助佢哋啦。高一個級別嘅治療其實有3個方向啦，第一個就光學治療啦，我哋叫照燈治療，或者紫外線治療啦，特別係 UVB 啦，可以幫助我哋咧透過照射紫外線咧，令到皮膚裏邊咧過分活躍嘅 T 淋巴細胞冷靜落嚟啦，咁我哋就唔會再攻擊我哋個皮膚咧，令到濕疹得到改善啦。第二個咧就係咧而家呢個講緊調節免疫系統嘅藥物，而家較少使用嘅礙於個副作用啦，可以係類固醇啦，或者啲非類固醇嘅免疫系統抑制劑。咁其實説穿了咧，呢啲抗癌藥、抗排斥藥嘅，佢哋透過咧減低我哋身體 T 淋巴細胞嘅功能咧，令到佢哋唔好再攻擊，唔好過分活躍咁樣攻擊我哋嘅皮膚咧，令到病情得到改善。但係因為咧大家都想象得到啦，係有機會咧食入身體裏邊咧，影響我哋自己，唔係單純係皮膚啦，連自己個免疫系統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喎。咁所以喺疫情過後咧，冇人想減低個免疫系統，令我哋容易啲生病嘅。另外呢啲藥咧，有部分係透過肝去分解啦，有部分透過個腎去排走嘅。咁所以佢哋都有機會咧影響肝腎嘅功能。咁所以礙於呢啲副作用咧，而家其實個使用係越嚟越少嘅。尤其是我哋有個再新啲嘅一啲嘅方向啦。咁咧就包括咗咧有啲我哋叫做靶向性好高或者針對性好高嘅藥啦。咁大家咧呢幾年一啲公共嘅教育都一定會聽過啦，有生物製劑同埋小分子治療嘅。咁其實佢哋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其實咧就講緊佢個針對性或者個靶向性好高嘅一啲治療啦。以生物製劑做一個例子啦。咁其實咧我哋要翻去異位性皮膚炎嘅嗰個病理，其實同基因有關係啦，引致我哋個免疫系統唔係好正常。我哋特別有一啲白血球叫 T 淋巴細胞。咁 T 淋巴細胞都有好多種嘅。咁如果同濕疹異位性皮膚炎關係比較大咧，就 T2 淋巴細胞啦。佢哋咧就會牽涉咗一連串嘅一啲叫發炎因子。透過呢啲發炎因子，其中一啲叫白細胞介素啦。T 淋巴細胞就透過呢啲咁嘅白細胞介素咧，去主導個炎症咧，去攻擊皮膚，影響個鎖濕功能，引起咧異位性皮膚炎。以前啦，頭先我哋講到啲藥咧，就係食啲藥撳低個 T 淋巴細胞嘅功能。咁但係我哋擔心啲副作用喎。而家新啲嘅藥物係做啲乜嘢咧？譬如我頭先講到啦，係個 T 淋巴細胞都透過或者經歷咗呢啲白細胞介素嘅影響咧，然之後去攻擊啲皮膚。而家我哋有啲明確嘅 target 啦，有啲明確嘅目標啦。以生物製劑為例啦，就譬如透過打針可以中和咗呢一個白細胞介素，或者成日講一個比喻咯，我淨係收咗個武器啫，但係我啲藥咧其實冇掂到個 T 淋巴細胞，冇掂到嗰個警察嘅。咁所以咧我哋身體咧受到嘅影響其實係好低，但係亦都我哋集中中和咗咧同呢個病咧最有關係嘅發炎因子或者嗰個發炎嘅信號啦，所以個療效就好高得嚟。同一時間咧對於個免疫系統嘅影響就好低啦。咁呢個就係生物製劑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啦。咁小分子治療係啲咩咧？咁呢個比較難去
理解，不過都嘗試有啲比喻啦。咁咧就雖然未必最100%準確，咁但係都容易啲明白嘅。咁其實我哋個 T 淋巴細胞好似一部機器咁樣樣嘅。咁其實咧，我哋呢啲免疫細胞咧，其實你當係一部機器啦，佢哋好多不同嘅免疫嘅功能。原來呢部機器有好多唔同嘅掣㗎，唔同嘅掣我撳咗佢就有唔同嘅功能。咁其中一個掣啦，我哋幻想佢叫 JAK， 叫 JAK 啦。原來呢個 JAK 嘅呢個發炎嘅功能或者呢個掣我撳咗嘅話咧，就同之後引發咧濕疹嘅炎症反應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想熄咗呢個掣，同一時間我又唔想影響呢個 T 淋巴細胞呢一部機器嘅其他功能咧，咁就一個比喻啦。我冚住呢個掣，我令到呢個掣咧，我撳極都撳唔到嘅，所以就進入唔到咧之後影響我哋濕疹嗰個發炎嘅信號。但係同一時間呢個 T 淋巴細胞嘅其他掣啦，同埋其他嘅免疫功能係不受影響嘅。咁所以亦都係可以中斷咗濕疹嘅信號得嚟咧，冇乜影響我哋個免疫系統。咁呢個就係小分子治療 JAK 抑制劑啦。咁咧，跟住咧，最後咧都冇乜時間啦。咁樣咧都係急口令，唔好意思。咁樣咧就係生物製劑。咁其實有即係當時間耐咗啦，我哋成日都問自己一個問題，或者病人日日都問我一個問題嘅：究竟我哋用一啲治療係 disease control 定係 disease modification 咧？係咩嚟咧 ？disease control 就係控制個病，即係意思我用個藥嘅時候，我個病就得到控制啦。我唔用個藥嘅時候，可能個病就出翻嚟。咁呢個就淨係控制啫。另一個 disease modification 就係改變個病。咩意思咧？就係我用咗藥嘅時候，我個病得到改善啦，但係原來我用完一段時間之後，我唔用佢，其實成個病係減輕咗，或者個病真係有裨益、有改善嘅。咁呢個就 disease modification。隨住時間推演啦，我哋即係了解呢啲藥多咗嘅話咧，其實生物製劑係一個 disease modification 長久嘅效益嘅。咁有啲乜嘢證據或者啲咩臨床嘅表徵？咁第一，當用緊嘅時候咧，嗰個病情係得到一個好大嘅改善啦，亦都用咗一段時間，可能係講緊半年、1年、年半嘅時間咧，慢慢減少個藥去用嘅時候咧，我哋觀察翻呢啲病人，其實成個病情都唔係好多人咧會翻發嘅，即係一班病人係一段好長嘅時間 disease free 嘅，即係咧大部分咧個濕疹都冇乜翻嚟嘅，冇乜影響佢嘅。當然咧喺西醫嘅角度，我哋好少話嗰個病情係斷尾，因為咧其實同啲基因有關係。但係發覺咧，原來將呢個發炎嘅機制撳到個好低嘅水平，能夠控制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真係停晒生物製劑嘅話咧，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好耐都未必發翻個病情出嚟。就甚至乎咧，佢要發嘅話咧，個病情都會比之前輕咗。我哋就話好似 modify 咗個病係得到一個比較大嘅改善啦。另外啦，同一時間咧，我哋呢啲濕疹嘅病人都有一啲好嘅消息話俾我聽啦，就係咧用完生物製劑之後，如果咁啱佢有其他好相關聯嘅一啲敏感症啦，包括咗鼻敏感啦、哮喘啦、鼻息肉咧，原來咧生物製劑都可以幫到我哋，因為咧呢一個發炎嘅因子咧都同其他嘅病係有關係嘅。咁喺臨床上面，除咗我見到啲病人真係有個好大嘅改善之外咧，咁喺一啲客觀嘅標準上邊咧，個病呢啲藥係咪真係幫到我哋病有改善咧？其實我哋 check 翻有啲病人咧有一個即係指標啦，叫 IgE， 大家都聽過，成日 check 嗰啲敏感源會 check 個 IgE， 咁發覺咧原來定時咁用呢啲藥物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哋 check 翻咧個 IgE， 即係呢個指標咧，就發覺咧我哋個敏感嘅嗰個指數啦，雖然未必係咁 straightforward 咁簡單，但係我哋都見到個指標係一個好大嘅跌幅嘅。咁其實咧亦都同我哋臨床見到個病人嘅改善係有關係。咁我就話臨床裏邊啦，同埋我哋咧血液裏邊咧，我哋一啲咧喺生物學上邊咧見到嘅一啲改善嘅跡象咧，其實都係吻合。咁所以咧，其實咧除咗我哋話控制個病之後咧，我哋都而家開始咧多啲信心同病人講咧，用一啲比較新嘅藥物咧，其實有機會咧去改善咗個病啦，令我哋長遠啦，無論喺我哋嘅臨床上邊啦，或者我哋血液上邊啦，或者咧喺嗰個濕疹嘅一啲生物學上面嘅一啲層面咧，我都見到啲指標係啲好明顯嘅改善。咁呢啲就係啲比較新嘅、比較大嘅進步啦。咁希望咧未來咧大家都即係有啲更加多嘅新嘅藥可以出嚟咧，幫助我哋咧回想翻。10年前、20年前嘅時候咧，真係冇咁多好嘅藥可以幫到我哋啲病人啦。咁其實而家即係都開心嘅，即係除咗病人會好咗之後，做醫生咧個滿足感都大咗好多。咁所以咧都希望咧大家我哋醫生啦、病人都一齊努力啦。咁其實咧個病情可以得到一個好大嘅改善。咁所以咧都多謝大家嘅時間，都知道講得好快，不過希望大家多少少概念咧關於濕疹嘅治療啊。多謝大家。咁我都好多謝即係香港過敏協會啊、濕疹關注組啊，咁啊就聯同即係 Sanofi 嘅邀請啊，咁就咁今日都好開心可以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下關於濕疹嘅一啲臨床嘅一啲嘅經驗同埋一啲最新嘅一啲嘅發展啦。咁啊就再多謝埋頭先阿 Johnny 陳醫生咧就講咗關於即係我哋濕疹嘅一啲嘅常用嘅治療。咁啊就咁咧，我發覺咧今日咧好特別咧，就係在場咧就淨係得我一個嘅過敏科醫生嘅啫。咁啊之前講嗰啲全部都係皮膚科啊，全部都係或者係兒科都會有。咁但係過敏科咧就即係得我一個。咁啊就
咁濕疹同過敏有咩關係呢？咁樣，咁我唔知大家嚟嘅時候會唔會留意一下啊？濕疹同過敏有咩關係？咁但係其實大家我諗都留意到呢，就係今日嗰個主辦團體嘅其中一個主辦方係香港過敏協會啊嘛，係咪？咁呢就咁當然同過敏有關先至會即係主辦㗎啦咁樣。咁但係當然除咗主辦之外呢，就原來我哋發覺呢，近呢即係5至10年嘅研究，越嚟越多證據同埋臨床嘅嗰個嘅數據睇到呢，就係濕疹呢原來唔係單止一個皮膚嘅疾病。濕疹咧其實係一個咧全個人嘅免疫系統嘅失衡而引致到嘅一個嘅症狀嚇。咁所以頭先其實都聽到，哇！濕疹嘅病人係多啲會有鼻敏感嘅。濕疹嘅病人好多時會有好多種嘅食物敏感、哮喘，又或者甚至係眼敏感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嚴重啲嘅敏感併發症。咁呢啲咧，其實咧就係都係近來咧研究咧，就確確實實見到咧有好多呢啲咁嘅病人，我哋喺臨床都見到㗎。其實我想問下大家，你身邊有冇啲病人，又或者係病友啊、朋友、親戚啊，係有濕疹之餘，仲有埋其他嘅敏感問題㗎？舉手睇下，我見到嗱，舉緊手嗱，濕疹啊、鼻敏感啊、哮喘啊、眼敏感啊、風冷蕁麻疹、食物敏感都計㗎啦。咁其實咧就我見到都有啲人喺後邊舉緊手，咁咧就咁所以咧你身邊可能都好多人咧，其實你個濕疹就唔係淨係濕疹嘅問題，而係咧有埋其他嘅過敏症狀。咁所以咧，即係作為一個過敏病科嘅醫生咧，其實我哋咧就會從一個全人嘅角度去睇，就唔係淨係想醫翻好你個皮膚咁簡單。當然你個皮膚要醫好。我哋都想可以醫到最好就係斷尾啦。今日講話想斷尾啊嘛，我一陣間再同大家討論下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如果你想即係濕疹要醫得好咧，其實咧就如果能夠可以全人免疫系統成個人去睇咧，嗰個效果會好啲嘅。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嘅即係傳統嘅或者皮膚科專科嗰個方法咧，呢啲都係一啲常用嘅方法，亦都有佢嘅效果。咁但係咧，亦都有佢嘅限制同埋缺點。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會從一個過敏科嘅角度同大家再去探討多少少咧，關於濕疹嘅問題。咁所以濕疹咧，其實咧同過敏有好密切嘅關係。咁咩叫過敏先？大家知唔知咩叫過敏啊？過敏成日都講啊，過敏同敏感有咩關係啊？咁其實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咧就如果簡單嚟講咧，就過敏咧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嘅一個嘅失衡啦。咁對於一啲冇害冇毒嘅物質或者致敏原咧產生咗反應，即係例如話好多人飲奶或者食雞蛋會敏感，或者食海鮮敏感。咁啲海鮮好嘢嚟㗎嘛，係咪咁就但係點解有啲人食咗海鮮又會暈低要入醫院嘅咧？咁樣咁就因為個身體認錯咗啲敵人佢以為嗰啲係即係好人當賊辦。咁所以咧就過敏咧就係個身體個免疫系統認錯咗。好人當賊辦咧，就將啲即係冇害嘅嘢就認咗做有害。咁咧就咁，所以咧嗱呢度睇到咧，其實咧我哋過敏入邊咧就包括咗啲咩疾病嘅嚇？過敏入邊其實就即係好似一把遮咁咧，包括咗好多唔同嘅疾病。譯翻做中文咧，咁常見個過敏疾病我頭先都講咗㗎啦，鼻敏感咁你身邊應該好多人有鼻敏感啦，眼敏感成日同鼻敏感黐住一齊出現嘅仲有哮喘。咁就咁呢啲同嗰個嘅濕疹咧，成日都會一齊俾我哋見到嘅。咁就咁仲有啲食物敏感藥物敏感咁樣。咁最嚴重嘅有啲入埋 ICU 添嚴重過敏性休克。咁就咁呢啲病人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見嘅。咁喺過往呢50-60年咧，其實過敏嘅疾病頭先講緊冚唪唥，即係包括埋濕疹。其實喺近呢40-50年啊，係講緊以倍數咁樣上升，尤其是喺大城市香港係一個典型嘅大都會，係升咗3至5倍嘅我哋呢啲大城市就5倍啦。咁而家嚟講咧，就平均3個人裡面有1個人有過敏㗎啦。咁其實都好犀利嘅。咁但係香港我哋本地嘅情況係點咧？有研究睇到咧，就超過一半人咧都有過敏問題㗎。咁30%以上嘅人咧有鼻敏感，其實唔止嘅。如果計埋大人咧，就超過一半。咁另外咧就2成嘅人咧就有濕疹，就係今日我哋講嘅嚇。咁1成嘅人有哮喘
嚇。咁啊5%咧就有即係呢個食物過敏。咁呢個好容易記嚇，因為我哋香港而家個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咁但係濕疹有樣嘢咧就好攞命嘅，就因為咧濕疹係外露啊嘛。咁你外露嘅話咧，其實咧人哋見到你濕疹，以為你傳染病啊、皮膚病啊，以為你疫症啊咁樣，咁所以會排擠你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尤其是青少年啊、小朋友，好容易受到影響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啲咧情緒嘅問題，甚至輕生嘅。所以咧，我哋咧即係時不時都會喺啲新聞啊或者媒體度睇到咧，有啲人係因為濕疹而輕生。嚇或者被欺凌嘅個案，咁呢啲其實咧係我哋好關注嘅。咁所以濕疹一定要醫得好嚇。咁咧就咁其實濕疹醫唔醫得好嘅咧？咁樣大家覺得濕疹醫唔醫得好㗎？咁咧就咁，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咧，濕疹咧其實咧喺近呢5至10年咧嗰個嘅進展啊，嗰個治療進步咧係好快。咁所以我希望咧，透過今日咧，我同你哋大家咧探討一下咧，濕疹咧究竟點樣去用最好最新嘅方法嚟到去治療係最好嘅。咁我講嘅嘢咧，頭先嗰幾堂咧就冇講過嘅。咁啊就咁，所以你哋今日識得嚟呢一個嘅呢度咧，咁啊你會聽到啲唔同嘅嘢，因為我會將最新嘅嘢講俾大家聽。咁啊就咁當然啦，濕疹咧就係一個臨床嘅診斷啦嚇。咁啊就咁有好多因素引起。頭先我提過係遺傳性啊，定係後期後天因素嗱。其實兩樣嘢都有嘅，兩樣嘢都有。不過咧，我話俾你聽咧，你睇到咧，我呢個嘅呢個投影片都講到俾你聽咧。其實咧遺傳佔咗小半，後天嘅激發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佔咗大半。明唔明我意思啊？因為你有同一個基因有兩個孖生兄弟姊妹，都唔一定兩個人一定出現濕疹嘅，所以其實後天係佔咗大半。咁所以如果你後天可以揾到有啲咩引發佢嗰個濕疹咧，其實係有得搞，係可以令到個濕疹長期好返。咁啊濕疹嘅致病機制其實就即係之前都講咗好多。咁但係咧，其中最簡單一樣嘢咧就係有啲人天生個皮膚的確咧係會咧容易咧係受到外物去侵襲嘅。例如有啲人係乾性皮膚嘅，佢咧就比較容易爆擦啊，比較容易有傷口。咁咧外來嗰啲致敏原啊、細菌病毒啊、清潔劑啊、環境污染嘅物質就可以刺激皮膚噶啦。咁呢啲種種咧都會引起咧長期敏感嘅。咁而濕疹嘅一個常見嘅情況咧，就係佢同其他嘅過敏疾病咧，成日都係重疊一齊出現。咁所以咧就頭先講咗好多啦，鼻敏感、眼敏感、哮喘、食物敏感咁樣，同濕疹嘅關係咧係環環相扣。點解咧？因為仲有一個叫過敏進行曲啊，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過敏進行曲咧就講咗點解有好多人細細個已經開始有濕疹㗎啦。就因為咧，你睇到呢條線咧，第一個我哋第一條線升得最快嘅，一出世冇幾耐咧。可能頭幾日出現嘅係食物敏感，有啲人一飲奶就瞓低咁樣。咁所以食物敏感頭幾日已經可以喺個初生嬰兒度出現，跟住然後過咗頭1個月咧，跟住濕疹已經可以出現㗎啦。所以濕疹咧好多時咧過咗頭嗰幾個禮拜已經可以有㗎啦。所以好多小朋友可以有。咁一路繼續上升㗎喎，你見黃色呢條線升到去1歲打後會跟住跌翻啲嘅。咁但係呢條線未睇完㗎喎。如果你睇翻呢一個嘅圖表咧，去到17、8歲到嘅啫。但係如果你再拉長少少睇到大人咧，到20零30歲打後咧，濕疹再上升過嘅。所以濕疹咧係有2個高峰嘅，一個係細路仔你會見得多，但係咧其實去到30、40歲打後，中年打後，仲有第2批嘅濕疹嘅病人咧係多咗嘅。咁所以濕疹係一個大人細路都可以有嘅病症，就唔係淨係細路仔嘅問題。咁啊一般嘅治療方法咧頭先講咗，我唔重複。咁但係我今日想同大家針對性去講嘅咧，就係究竟濕疹點樣可以醫得更加好咧？咁樣咁因為睇我哋嘅病人咧，一般咧就分開2方面，一啲咧就係用咗頭先講嘅方法嚇，即係潤膚膏啊、藥膏啊、環境控制啊，搞唔掂嘅、控制唔好嘅，咁啊會嚟睇我哋。第2班病人咧就係不停咁樣翻發嚇，醫咗好咗幾個禮拜、幾個月，又再翻發，反反覆覆出現嘅，又會好多年。咁所以咧就有呢2班病人咧會嚟揾我哋嘅嚇。當然啦，佢哋都係好想希望咧有長期嘅根治啦嚇。嗱咁根治咧，我諗喺醫學上咧未有一個定義嘅。
即係咩叫根治呢？咁樣嚇，醫學上冇為呢個根治立一個定義。但係呢，如果用翻長期病患嘅一個標準呢，如果5年唔翻發，算唔算根治啊？10年唔翻發，算唔算係根治啊？其實呢，如果你話呢，喺一啲長期病患，例如癌症或者係長期嗰啲疾病呢，5年唔翻發呢，已經初步接受呢，佢係叫做 in remission， 即係話呢已經係唔再翻發嘅機會好大。咁啊，已經係叫做咧一個咧受到控制嘅情況。咁但係濕疹我可以講俾你聽咧，如果係真係去做一啲針對性嘅治療咧，好多病人咧其實係可以做到5年、10年、10幾年唔翻發都得嘅。咁但係點做法咧？咁我就要同大家講啦。咁啊其實呢度咧係關於治療嘅濕疹嘅一啲嘅指引啦。咁其實咧就濕疹嗰個治療入邊咧。就頭先，除咗係頭先講嗰啲治療之外咧，好多人忽略咗嘅咧，就係要揾一啲嘅致敏原因同埋誘發濕疹嘅因素。咁咧就你身邊我睇下呢度有幾多人係有濕疹或者身邊認識有濕疹嘅人㗎？係我見到好多人舉手，係啊，差唔多全部都舉晒手。咁我想問下，其實你有冇發覺你有啲人咧就每逢打風落雨轉天氣就差㗎咯喎，啲濕疹係咪啊？嚇咁有啲人咧就但係咧，有啲人去旅行咧，去咗旅行之後啲濕疹好翻晒㗎喎，有冇聽過啊？都有㗎喎，咁啊，有冇人講過點解啊？有冇人同你講過點解？好少人講㗎呢樣嘢。其實好簡單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去得旅行好得翻嗰啲濕疹咧，我恭喜你。點解咧？你去旅行好得翻喎，翻到嚟香港再發過㗎喎，即係咩啊？即係話咗俾你聽，其實你啲濕疹有得醫㗎啦，醫得好。只不過你喺香港。有環境嘅致敏原，有環境嘅原因刺激你個濕疹，咁你咪繼續發咯。你去到唔同緯度嘅唔同國家嘅地方住，佢個環境氣候唔同，致敏原唔同，環境唔同，你好翻喎咁樣。所以我好中意問我嗰啲病人咧，你去旅行啲濕疹係點？呢啲濕疹好翻嘅話咧，其實咧我話俾你聽，醫得好嘅你啲濕疹嚇，好到10幾年唔翻發都得嘅嚇。點解啊？通常因為係環境致敏原誘發，環境致敏原誘發嗰啲病人咧，好多時可以做到脫敏療程。咁啊，脫敏療程係訓練個免疫系統由敏感變翻做耐受、正常接受翻個致敏原嘅方法，其實訓練得到嘅。咁但係因為咧呢樣嘢過敏科我哋就做得多啲啦，咁所以咧你聽，因為過敏科嘅醫生喺香港唔係好多，所以你聽得可能唔係好多。但係喺國際上咧，脫敏療程有110幾年歷史㗎啦，係有國際認證、有晒數據係有效嘅。咁而且咧近呢10幾年咧喺濕疹嘅應用非常成功。咁所以咧，我想話咧，即係有濕疹嘅病人咧，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咧，其實咧，你如果揾到原因咧，其實可以做到脫敏嘅。咁除咗有一班去旅行可以醫翻好嘅病人之外咧，仲有一班嘅濕疹嘅病人，好多時咧，有啲人食咗某啲嘢咧就發㗎啦，有啲人話食咗海鮮蝦蟹啊，食咗某啲嘢就啲濕疹發㗎嘛，係咪啊？身邊我見好多人岌頭啊，係咪？有冇人提呢啲嘢㗎？嚇，你可能聽少啲。喂，點解食咗海鮮啲濕疹發嘅咧？咁樣。咁其實我哋身邊見好多濕疹嘅病人咧，佢會有啲食物敏感，有啲食物誘發嘅濕疹嘅。咁而家咧，其實個好消息就係咧，好多食物敏感咧都做到相關嘅脫敏。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食物敏感都唔係一個絕望嘅問題，因為如果你揾到啲咩食物誘發濕疹咧，記住我唔係立亂叫人戒口嘅。通常戒口咧好多誤會嘅，就係哇你揾到個致敏原因，跟住咪戒口咯咁樣。戒口越戒越敏感，你有冇見過啊？嚇，我話俾你聽，越戒越敏感。點解咧？就因為咧，原來當你越接觸得少嗰樣食物咧，我舉個例，有啲人係雞蛋敏感，係咪？如果雞蛋敏感咧，你戒1年咧，咁啊就會多咗1倍機會㗎啦。隻雞蛋敏感會多1倍，戒5年就多5倍，所以你戒10年就包保敏感咁滯㗎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立亂靠估去戒口咧，咁你過幾年實要嚟揾我㗎啦，因為你啲食物敏感會多到不得了嘅。所以唔好立亂戒，我唔係叫人唔戒。嗱，聽清楚，唔係叫你唔戒，係應戒則戒。通常我哋咧啲病人咧，如果食咗有生命危險嗰啲食物咧，係會戒嘅嚇，保命先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佢食咗，佢唔係冇命喎，佢係濕疹差喎。咁其實咧，反而我哋要勾出呢啲濕疹嘅誘發原因，然後去做治療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咧而家其實做嗰啲過敏檢測咧已經係比較全面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做一個過敏檢測咧，做到成300幾個項目出嚟。
咁其實咧好多常見嘅環境同埋食物致敏原咧都會咧可以咧係照顧得到嘅。咁但係咧近呢5至10年咧喺國際上咧濕疹嘅治療發展係非常快。你見到呢度咧係近呢10幾年好多藥咧，你見到五顏六色彩虹嗰啲咁樣咧就係啲新藥嚟嘅。咁所以濕疹其實真係多咗好多新藥。咁所以呢啲新藥普遍咧就係嗰個嘅副作用會少啲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一個精準啲嘅免疫系統治療咧，其實咧就包括咗最少3方面。第一就係生物製劑，咁頭先有講嘅。咁生物製劑有咩好處咧？咁樣嚇，咁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咧而家咧嗰個濕疹嗰個嘅機制咧係非常之即係複雜。咁但係生物製劑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好精準咁樣對付到皮膚入邊嗰啲發炎因子。咁而且咧佢可以咧對付到咧一啲誘發敏感嘅常見嘅異型炎症機制。頭先都提過少少異型炎症嘅。咩叫異型炎症咧？就係咧有啲人有濕疹、鼻敏感、哮喘、食物敏感一齊出現嗰啲，好多時都有異型炎症嘅。點解咧？係同一個機制、病理機制產生。咁呢啲其實好多時咧用咗生物製劑都好幫到手。而且生物製劑夠快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頭先都有講嘅，生物製劑幾時可以用啊？幾多歲可以用啊？6個月 BB 可以用㗎啦。咁你6個月 BB 可以用，其實你諗下有啲咩藥係6個月 BB 用得到嘅咧？咁樣，咁佢個安全性喺國際上獲得認證，而且通常打咗之後，我哋嘅臨床經驗，你打咗生物製劑嗰啲人咧，今晚聽晚都少咗好多痕㗎啦。個目標可以好7至8成嘅。咁所以咧喺國際上咧，對於生物製劑嗰個嘅研究咧，都呢10幾年都好充足嚇。咁亦都可以好快帶嚟一個控制啦咁樣。咁其實頭先都有提過 JAK 抑制劑嘅，係一個精準免疫治療其中一個部分。咁不過咧呢個咧就佢個好處就唔使打針，就可以食口服藥嚇。不過有少少嘅唔好處咧，就係佢個副作用稍微多少少。咁所以咧，通常啲病人都要驗咗血嚇，確保佢個肝腎功能穩定先用得嚇，啲白血球要夠，因為佢都嘅副作用咧就多過生物製劑一啲啦。所以而家12歲以上先用得嘅，細路仔唔用嘅。所以咧就即係大人啊嗰啲有時會應用到啦。咁又係希望可以即係喺幾個禮拜之內幫個人好7、8成啊咁樣。咁但係頭先講呢6個生物製劑同埋 JAK 抑制劑咧，咁都係藥嚟嘅嚇，都係講緊撳住個免疫系統，不過精準啲，少啲副作用。咁比較少人講嘅就係脫敏免疫治療啦嚇。咁脫敏免疫治療咧，其實我哋唔係用藥嘅，我哋就要精準咁揾咗你對啲咩有啲咩誘發你個濕疹出嚟，然後咧就揾翻一啲特定嘅致敏原咧，去訓練你個免疫系統由敏感變翻正常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咧就咁唔一定要打針嘅喎，有試下口服啊同埋口服嘅，即係食都得嘅。咁喺國際過敏組織嘅匯萃研究肯定咗有效㗎啦，亦都有晒佢嗰個嘅病理機制。咁我哋咧就喺香港咧就安排咗一啲臨床研究，我哋做咗第一個香港嘅脫敏治療嘅臨床研究嘅。咁我哋睇到咧就脫敏療程喺濕疹嘅病人嘅應用咧好好嘅。我哋做咗1年咧，啲濕疹病人咧可以以長期咧減少到3、4成嘅嗰個嘅濕疹嘅嚴重程度。咁但係呢個講緊第1年嘅啫，第2、第3年個數據翻嚟咧就係第2年再好多3幾成，第3年好多3幾成，咁加埋就差唔多好翻晒。我哋個目標咧，其實咧就嗰個脫敏療程就唔淨係醫濕疹添嘅，佢係醫埋你如果有埋嗰啲叫做異型炎症共病啊，或者係嗰啲其他嘅敏感問題，包括鼻敏感、哮喘、眼嘅結膜炎、眼敏感啊嗰啲咧，其實都可以一齊好翻。咁亦都可以大大減低到嗰啲類固醇啊、抗組織胺嗰啲藥物嘅使用嚇。亦都因為我哋用嗰啲天然致敏原精華就唔係藥嚟嘅，咁冇乜特別大嘅反應。咁所以咧就喺國際上咧嚇，呢個包括咗咧就係國際上嘅一個個脫敏免疫療程嘅好處啦嚇。咁列出咗有8大好處，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處係咩咧？佢可以改變你嗰個嘅疾病嘅嚴重程度嘅，可以令到你真正好翻嘅。咩意思咧？就係除咗脫敏療程之外，其他嗰啲療程咧，全部都係叫症狀治療，撳住你嗰個病嘅啫。你唔用嗰個治療會翻發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做脫敏療程嘅人咧，做好咗咧佢可以產生一個成世都喺度嘅免疫記憶嘅。咁所以咧頭嗰5至10年咧效果非常強咧，佢都唔翻發。
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啲病人做好咗之後，以年計唔翻發嘅嚇。當然而家嘅數據未去到話講成世唔翻發，但係咧我哋可以肯定咧，就算過咗5至10年或者10幾年之後，就算佢翻出嚟咧，都唔會好似以前咁嚴重。佢個免疫記憶只係減弱咗，唔係冇咗。所以當你俾翻少少加強療程，又做多幾個禮拜，又好翻㗎啦。咁所以咧，日後90%以上嘅時間係冇濕疹。咁最後可能講啲實戰嘅個案啦。即係其實講咁多理論都係假，最緊要係實戰有啲咩係真正醫得好你嘅。咁我哋譬如話有個病人係40歲，中年女士好慘有埋抑鬱，因為嚴重濕疹好多年。咁就用咗好多傳統藥物，又係嚴重鼻敏感，醫極都醫唔好。你睇下佢隻手，咁就有晒嗰啲苔蘚化，頭先嗰啲講啦，即係已經係好似60-70歲嗰啲人嗰啲皮膚，佢係40歲嘅啫。咁但係啲皮膚就成日出水啊、發炎啊、好多細菌感染。咁下邊有個分數83係一個嚴重程度嘅分數啦。咁我哋就見到佢咁嚴重咧，就即刻幫佢安排咧用個精準脫敏療程。咁就用咗生物製劑再加埋咧做脫敏啦。咁其實咧呢個咧係6個月之後影嘅，啲皮膚白滑晒㗎啦。咁就個嚴重程度由80幾分跌翻落去20幾分。咁就開心咗好多，減到嗰啲抑鬱藥。咁就同埋啲皮膚少咗好多嗰啲敏感。咁第二個係一個16歲嘅女仔啦。咁就好嚴重濕疹，亦都有好嚴重哮喘，入過 ICU 嘅，因為啲濕疹有嚴重感染，要入去深切治療部。咁就又係啦，俾人排劑啊，好慘。咁我哋咧又係見到佢咁犀利嗰啲咧，就即刻幫佢安排啦，就去治療。咁就用咗啲生物製劑4個禮拜到啦。咁其實佢個嚴重程度由68分變咗去18分㗎啦。咁就咁呢個係隻手啦就係治療前治療後。咁腳會睇得清楚啲，因為腳咧你見到咧成隻腳都紅嘅，同埋佢有少少苔蘚化，好似巢皮咁樣，好似好老咁樣。咁10幾歲啫喎，唔應該係咁啊。咁所以4個禮拜之後咧好翻咧，咁就變翻正常。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講咧濕疹咧就係要針對性去治療，但係咧其實好緊要咧就係要揾嗰個誘發原因。咁而我哋過敏科最主要咧就係好似個偵探咁啊，幫你揾原因，揾到之後醫好佢。咁咧就亦都用啲精準嘅免疫系統嘅治療咧，令到你嘅情況快速去改善。咁所以咧，如果係傳統方法唔夠嗰個效力啊，又或者想長期好翻嘅病人咧，都可以考慮用呢啲方法嘅。咁我今日講係咁多啦，多謝大家。